我係碧桂園10年吞真姐，呢套房真係夠熟啊，真係。而家總價只需要39萬8啊，睇海啊，72平兩房睇沙灘，旁邊一出去就係海邊游泳，直接游水啦啊！沙灘呢度係屬於大亞灣10年吞第4期叫辦家的後，72平雙龍爆珠豪險啊！睇睇呢個洗手間，是噃，每個辦都有窗戶，都可以睇到啲海啊！保養到93%啊，所見即所得啊！呢時裝呢個房睇海好靚咯噃，優商嗰度，業主配置家私電器俾你，紅本制手即買即過戶啊！呢個餐廳啊，從呢度入戶啊，空氣打開門非常通透啊！呢邊睇山景啊，侍奉人氣入戶，仲帶埋一個3號人體俾你綁洗衣機啊、雜物啊，到座後雙付俾你啦，非常順。呢度正常價係40幾萬到50萬，而家係39萬8，直接拎包入住呢套房。樓上有31樓，呢個係屬於大亞灣啊，生活非常方便。小區落去就係沙灘海邊，即係商業街啊，嗰啲交通中心嗰啲學校啊，公立學校都喺呢邊，適合養老。北方朋友過冬係度假都可以，有興趣直接用我10年吞真姐睇樓，拜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